迎光临。同兄，先生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你们这里有酒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只卖咖啡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把你们这里最贵、最好的咖啡来一杯。好的，马上来。你来了，坐啊。这已经是最后一笔50万了，你点一下吧。没有错的话，我爸欠你们赌场的债就还清了。不要这么着急，坐下来陪我喝一杯咖啡。不用了，我没什么心情喝咖啡。在这么有气氛的地方，不喝上一杯太可惜了。赶快把钱算一算吧。你今天约我来这里见面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知道。你放心，最后的50万都在这里。这是你爸爸的借据，你拿回去吧。就为了这一张破纸，绑了我好几年的青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欠你任何1毛钱了。哥面，这是你爸爸欠我的钱，撇开这些不说，我实在很欣赏你的能干，你这些年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。像你这么能干的女人，身边应该有个男人来照顾你，要你跟着我，让我来照顾你。哼，我爸跟着你赌，欠了1000万。我跟着你赌什么？赌我的人生吗？跟着我，有人可以保护你，我保证你什么都不缺。哎，这里有5万，你先拿去用吧，就算我少算你的利息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用钱买，我要走了。等等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放开我！啊，我是真的欣赏你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先生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？没事，没事，我们是老朋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哥面。我们会再见面的，我先走啦。没事，他已经走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他不尊重人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，我没事，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从来就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，可能我不值得人尊重吧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要是知道你是谁，就会知道你值得。我是谁？你又不认识我，怎么一副你比较了解我的样子？我是不认识你，但我感觉出来，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你也希望你的努力能够有回报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从来就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只是我的上帝常常跟我说一些话。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他也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。哼，我想你的上帝应该没有跟你说清楚我是什么人吧，不然你就不会跟我说话了。我多不值得，我自己倒是清楚得很。不同意你这么说，我想创造你的那一位一定反对你这样想。哼，创造我的，我爸妈，
这些话都是他们告诉我的。我说的不是你的爸爸，不然你指的是谁？我指的是上帝。这位先生，你平常都是利用在扫地把妹的吗？不是在把上帝，不是啦，我不是在利用上帝，你不要误会。我开玩笑的啦。老师，你的咖啡来了，女士，这个是招待你的。咖啡怎么了吗？没事，咖啡很好。怎么这么苦？他喝的时候是苦的，喝下去之后会变甜，就像你说上帝的话，听起来很苦，但你听进去了，发现却其实是安慰。你好像很了解上帝，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啊？不是我了解他，不是我了解他，是他了解我，他也了解你啊，而且很想跟你说话啊。那你多说一点给我听。你好，我叫歌面，你呢？我叫何喜。因为我常常去那里学东西，就是跟他们混得很熟。哦，那他们为什么都叫你老师啊？一刚开始只是聊一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，渐渐的他们就开始叫我老师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一定是因为你说了一些有智慧的话，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那样，所以他们才叫你老师。是吗？
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前面了，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啊，等等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这是一本圣经。这位先生，你真的是我看过最奇怪的人了。你平常都送第一次见面的女孩圣经吗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，不过刚刚我说的故事全都写在这本圣经里了。谢谢你的礼物，不过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工作的地方就在前面的吧？送你过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没关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送你没关系的。姐姐，我的好姐姐啊，你这么帅回来了？快点，那个老板有交代哦，有重要的客人指定要你按来呢。哎呀，原来姐姐有客人的，他不是客人。姐姐，只要是走到这里的男人呢，都是客人。欢迎光临，先生，来我们里面请。里面请。好了，够了，老板在，赶快进去。哦，下次再来哦。今天有人指定你，你就要赶快进去。这里就是我上班的地方，原本不想让你知道的，你一定觉得很失望吧？不会的，不会这么想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要上班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今天跟你聊得很愉快，再见。不明白我的内心挣扎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你常跟我说，我的生命是要显示你对这个世界的心意，但我却不明白你的心意。像歌蜜这样子的女子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啊。主啊，在你面前，我完全无法隐藏。我明白你的心，请你让我明白你对我的心意。
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他来等你下班，已经第17天了，你总不能一直躲着吧？就让他等吧，就像那些男人一样，终有一天他会忘记我的。依我看啊，他跟那些男人是不同的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！是男人都一样，给了我们希望，却又让我们失望。你的债不是还清了吗？还继续留在这里做什么？我17岁就把自己卖给了这个工作，我所有的青春都投在这里，除了酒家，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选择。哎呦，什么选择都是冒险。我们的青春都选择了，不在乎我们的男人，直到出现一个在乎你的，而且你也在乎他的人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却不知如何选择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什么身份的人，在意那又怎样？我在酒家做了这么多年，察言观色的本领还是有的。你该好好想想，你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谢谢你。送我回家。啊？我送你回家。好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：“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，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，因为这地盛行淫乱，离开了耶和华。”于是他就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灭。我何西阿在上帝面前愿聘你歌灭，永远归我为妻。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一生爱你，照顾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愿意对你承诺，成为你永远的照。我歌灭在上帝面前承认你何西阿为我永远的丈夫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照顾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愿意对你承诺，成为你忠心的妻子。
Thank you.
爸爸呢？爸爸，叮咚叮咚，我去拍你。你们好。哎，姐夫，想你哦，想你哦。哇，公寓哦，哇，真的好小啊！哈哈。你坐啊。你有椅子了哦。妹妹，你先站一下吧。去办公室。什么？连椅子也没有啊？哼。姐姐，你的脸怎么了啦？哦，懂懂。哦，没时间保养了。好，姐姐，对了哈，听说北满月了，我们特地带了礼物来哟。哦。哇，是酒啊！可是妹妹现在都在喂母奶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那真是可惜啦，姐姐，这个是以前你最爱的耶。你好哈，哎呀，姐姐啊，太夸张了吧？这里怎么破一个洞啊？哎，破了的衣服怎么还在穿？没钱买哦。哎呦，现在都把钱花在 baby 身上，哪有什么钱留给自己买新衣服？也是啦，住这么破的房子，这么小的房子。雪莉啊，baby 看差不多了吧？久了呢。我要去做美甲呢，快点啊！姐姐，我们是真下次再来。拜拜。哎，他们家好小，好热。哎。诶，他们走了。走了。哦，我还特别去倒数。他们这么说，一定不好受。我没事。虽然我没有什么钱，但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你们家人。你怎么了？你不要难过嘛，我们一起面对，你不要担心。没事啊，只是妹妹好像大便了，有点臭。
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先放妹妹去换尿布。妹妹，你去换尿布了。走路。小心哦。还真错。喂，丽姐，这次真的要请你帮我了，我已经欠了一些钱，我不该给何西阿知道，让我回去工作，只要几天就好。还有之前跟你欠的那些，我一起还给你。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何西阿发现的，就几个晚上就好，等我把卡债都还清。我知道这样不好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，丽姐，就拜托你帮我最后一次，拜托你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你让妈妈这一次，就最后一次，对不起。
秋天，下在肩头那温里，并不是写入花心。你交这场雨下得太突然了。丽姐在感叹些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场雨下得太大了，使我们不能离开。究竟是因为逼不得已呢，还是我选择了放弃呢？如果没有雨，谁又会被淋湿呢？有时候忍耐一下下，总是会过去的，不是吗？只要再做一阵子，我就回去，不再回来了。没有钱的日子真难受。离巢的鸟儿本是回不了窝的，无奈呀，无奈，你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娘家，赶快回去吧，免得又被发现了。哥面，老师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打了好几通电话，你都没接，我联络不到你。怎么了吗？妹妹，怎么了吗？都这么晚了，你真的有在想妹妹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只是来找丽姐。你穿这样子，在这里一整个晚上，只是为了找同事叙叙旧？你干嘛？我为什么不能打扮一下？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你又说骗我？我们先回去再说。你先说清楚。怎么啦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你先说清楚，他是谁？呀呀呀！你哪里来的啊？这里的客人不知道规矩吗？要叫他先到里面付钱。老板，你误会了，他不是客人。我们先回去再说。哥面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，明天请早。你回来这里上班已经多久了？从上个月你说晚上替人打扫开始吗？我们先回去再说。他在这里上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说清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里面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说是吗？好的，我明白了，就这样吧。等等，不能听我解释吗？还有什么比这沉默更清楚的了？我来这里赚钱，我没有对不起你。我是没有钱，但我给你的是我的一切，没有保留的一切。我为了你，我也放弃我的一切。
我原本有的一切。即使是为了钱，我也没办法接受。你不要再回来了。你放尊重一点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来这里赚钱，都是为了你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会嫉妒，我的心里容不下别的男人眼里有你。你不要再回来了。哥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来，把他扶进去。你在照顾小孩子，下次再来吧。老师，下次再来喝咖啡。2公里。那不是私人。
你好，请问你们要点什么？那个老样子，最贵最好的来2杯。是的，马上来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新买的包包喜欢吗？很漂亮。老板，再陪我们多喝2杯嘛。不行不行，
我要回去了。老板，你只是喜欢让歌蜜姐姐，就不爱我们吗？我最爱的就是你呀！哎呦，老板，那我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你嫉妒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来这里？为什么来这里？来这里当然是喝酒、谈生意、寻开心了。老板，你喝醉啦，姐姐是在吃醋啦。哎呦，那叫吃你的醋啦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宝贝，你怎么了？以前我们不是在这里喝酒吗？你没有钱了，钱不够了啊！这些给你拿去买件漂亮的衣服。哦，还是你还想要一个包？我刚买了一个包。好，来，不要，哪里做我就不要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包给你，拿去。我不要这些东西，我要用钱收啊！你这个包不够好吗，宝贝？你怎么了？割面啊！当初要你跟着我，我保证你要什么我都有。你要钱，我可以给你钱。你走到哪里，大家尊敬你是我的女人。你有钱有名又有利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但我没有想到，你要的居然是爱情，这是唯一我不能够给你的。哥面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我要明白这些。真小气！再去喝2杯。好，兄弟啊，老板2杯太少了，我会再给他2箱。好2箱，2箱。我现在这都是我的，给你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不要哭了。妹妹，你想妈妈了吗？但是不知道妈妈有没有想到我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哭了不好。欢迎光临。那个服务生，给我来一杯咖啡。好的，我上来。老师，好久不见，你终于来了。老师好久见了。老师，坐一下，喝一样的东西吗？谢谢谢谢。好的。是咖啡好了。咖啡清这味道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等你很久了，一直在等你，等你回到我身边。在等你，等你回到我的身边，就像当年我们结婚的誓言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愿意成为你永远的丈夫。14节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引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是他葡萄园，又是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：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就是我夫的意思；不再称呼我巴力，就是我主的意思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因此我要诱导他，等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耶和华说：到那日，你必称呼我医师，也就是我的丈夫。
我们有特别在高雄地区木根环境，我们十几位亲爱的部长，他们全部都透过编作用诗歌来向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，在4年都在关注。我要深深仰
主